台湾的本土语言文化最近几年有愈来愈侪人重视。新竹母语推广协会每个月第1个拜六都会举办来听母语讲故事的活动，让大人通陪囡仔听故事，培养感情，嘛，让囡仔通自细汉开始就接触母语。我上介意阮阿爸啦，阮阿爸吼有够勇壮的哦，伊大声吼的时阵，有够缘投的呢。台语老师用活泼的方式讲故事，互大家听，每一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毋若听故事，佫会当学台语。我感觉听台语是一个感觉啦，就是伫咧有讲台语的环境内底，囡仔就去掠家己听有的安尼。全母语的方式跟他沟通，但是也一直迟迟没有开始。就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母语能力没有很好，主要是希望这里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觉得说，这说母语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这样子。对。新竹市母语推广协会每个月头一个拜六，拢会到清华大学用台语讲故事，推广母语文化。算算的自开始到即马，已经小连续4档话，拢毋捌停过。这个过程中，阮会做伙唱歌，吼，因嘛，我感觉因嘛足投入的，因嘛会开始甲我分享讲，伊转去有甲因阿公阿嬷会讲到阮上课的事类安尼。用母语讲遮趣味的话本甲故事，嘛是互囡仔心目中吼对母语的即个印象，嘛互伊知影讲，原来阁有遮侪人用即个母语咧生活啊，咧交朋友啊。嘛会使提升讲咱即个母语的平权。协会讲，透过母语推广活动，互大人陪囡仔听故事，除了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，也当互囡仔用母语生活，自细汉接触母语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